今日咧，我非常開心啊，可以同大家一齊咧，可以正式咧為我哋國際青年足球慈善杯咧揭開序幕。我哋希望咧可以透過今次足球呢種可以話係全球共通嘅語言咧，促進文化嘅交流啦，培育新一代嘅球員，並咧凝聚我哋社會嘅力量咧，共同推動體育嘅發展。今次呢個活動咧，可以話由清水灣鄉村俱樂部咧同我哋中國香港足球總會聯合主辦嘅，咁呢個係非常之有意義啦。同時間咧，亦得到我哋香港地區體育會聯會同埋國際足球中國文化有限公司嘅大力支持。清水灣鄉村俱樂部咧一直都致力推動香港嘅運動發展，並且咧以清水灣走入社群呢個計劃作為核心，積極參與社會嘅公益活動。因為我哋相信咧，運動唔單止係一種競技啦，亦都可以凝聚人心，同埋啟發嘅潛能。咁所以咧，清水灣鄉村俱樂部咧亦都透過我哋4個嘅運動學院啦，包括高爾夫球、網球、帆船同埋足球，為基層青少年提供接觸同埋學習呢4種運動嘅機會。我哋貫徹取諸社會同埋用諸社會嘅精神。今次活動咧，亦都邀請咗18區嘅少年足球隊，同埋我哋贈送門票俾基層嘅家庭、中轉房屋嘅青少年，一同嚟觀摩呢個國際青年嘅足球比賽。清水灣去年成立咗我哋嘅慈善基金，專注支持青年嘅發展。其實我哋如果好似搞一個 ESG 嘅足球，我哋可以產生一個小型嘅雙經濟圈。第一，我哋透過呢一個活動，透過所有嘅支持者啊、贊助商啊，呢啲唔同嘅板塊咧，可以令到我哋產生一個雙經濟圈。第一個經濟圈咧，就係我哋籌到嘅資金咧，我哋係需要係去支出啦，去聯絡西班牙球隊啊、日本。咁呢個第一個經濟圈。第二個經濟圈咧，就係我哋贊助嗰啲社企嘅時候咧，佢哋亦都會係需要我哋嘅資金。咁呢個亦都會產生第二個經濟圈嘅。呢個就係我哋即係希望達成嘅目標，而個運動經濟啦。今次活動扣除咗必須要嘅開支之外，所有善款都撥捐俾清水灣鄉村俱樂部慈善基金，作為青年發展之用，幫助佢哋實現夢想。